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门西草，东西南北乜解是草。亲班啊，我知道我监督到你的两三时讲开了，我记得你的私人的会做得上啊。我本身我还是讲私人啦哈，因为你提百度都是讲开了，所以我人讲开了啦。一部卡都什么会喊你走一家发讲私人？係啊。講到公司嘅外面做得唔過，就冇眼強啦。自家有客人講，係啦。大家都講好，台灣嘅行業有四海大平安咁嘅強調。實際上行業嘅強調非常複雜，非常多。但行業嘅來源其實唔係咁簡單。今日首先你來分享客家學人羅少金。教授吼，來讓你解說客家嘅兩條強調，韓國客家語言兩條強調，韓國咧客家語言嘅來源，記到北方嘅語言、南方語言兩條複雜嘅關係。兩條問題首先來請教羅教授。係先哦，我講私人啲呢。可以。其他我唔知。至於研究嚟講，講到話一唔係乜嘅貼片嚟講，花一度精神，用一度資料去嘅，其實我就到生活度方所感觸到嘅，嗰個去好多位做過調查，看嗰度資料，慢慢嘅呢，我就同人才做起嘅看法冇同樣啦。當然我講我同做起看法冇同樣就講，大家一次就以為講。客家話呢係早期中原下來嘅嘛嚇，然之後就按嚟講，保留到當到中原嘅語言啊，後期讓學到一些嘅南方鴉片嘅少數民族嘅語言所形成嘅，啊，然之後就一次按嚟嗰種解釋啦。但係多年以來，我慢慢嘅就知道按嚟解法呢冇乜合理啦。我前一場間還有提到。外邊的幾個嘅問題，我先談下，當然講語言啊，都係核心嘅嗰種問題啦。就講我本面就發現講，客家話呢，應當愛講呢，佢本來就係到明月間一片按嚟慢慢地形成咧。但係後期呢，佢學當到嘅講法，差唔多佔有80%-90%按到嘅講法以後所形成嘅呢。將按到客家話，佢學一道講法，以前係乜嘅呢？我認為呢就變得同沙族呢同樣嘅一個民族。當然沙族佢也同樣見到學客家話，咩是的，見到學講法啊，一直冇停。客人呢也同樣就本來就係沙族嗰邊按嚟見學到背面呢沙族人因為佢辦到批位，辦到批位就變得係保留按到沙族，留到廣東一片、潮州一片嘅呢，背面就改按到客家。講客家以後呢，又加上呢後期講港土考三網讀書，嗰個就規個呢學講法嘅種機會呢客家多，有客家三網呢將個語言呢變到呢客家多嘅像同講法同樣嘅東西。佢說按落去呢變到根本嘅沙族人講嘅話呢，同客家人講嘅話非常相近啦。但係感覺就講沙族人呢有較多較固嘅成分，客家話呢就變到講同講法呢有行較接近，有按呢嗰種感覺嚇。咁當然外家講做馬會同客話同沙族聯強下我前些都提到講由於沙族人個瑤族人啊，佢係先。盤戶信仰嘅啦嚇，我想一試也唔算有多，做盤戶信仰，就講信教頭王嘅啦嚇。幾個地方呢，古時地方呢有40鄉，第一個呢就像盤，盤那個盤，因為佢嘅出世間呢用盤嚟裝出來。第二呢就像藍，用藍嚟看出來。第三呢像雷，就雷公像嘅雷。第四呢係像鐘，係夾嘅西郎啦，像鐘。嗰時也講到嘅沙族呢，差唔多就以盤藍
雷宗呀、西藏乡为主啦。到本面啊有发现讲，嘅相盘的呢也动手，嘅沙族地方也动手相盘的，哟，但係客家呢相盤嘅當當，而家地方嘅人去研究啦，就講而家按嚟看啊，應當呢係盤呢就係盤呢轉換過來嘅啦。啊，嗰個按到台灣一片，講到客家人嚇，現在呢相盤嘅，現在客家，相種嘅，現在客家，結果一兩個鄉呢就係同盤南雷宗地方佔兩嘅呢。按嚟看呢，也客呢同佢沙族嘅關係呢，可能千難的去切開來，有一啲故事呢就可以了解。個另外嚇，客家人唱嘅山歌啊，拿嚟看日嘅歌詞，也講佢唱歌嘅形式也乜嘅嚇，就同嘅沙族人唱嘅叫按照寮歌，按照老歌啦，佢而家使用嘅喺度寫。兩隻南地同一隻嘅老歌，而家歌嘅主要係乜嘅呢？係佢無文世家呢，用嚟傳承文化呢，對唱嘅歌嘅。嗰種唱歌家呢，經常愛隨口隨調。結果一下看人哋山歌，佢本質嘅山歌有咩係安尼？經常讀到樣嘅情況就唱樣嘅歌詞，唔係講寫好嘅歌詞佢嘅安尼唱嘅。嗰種自己內涵呢，同佢。嘅沙族嘅老歌嚇，共樣啦，我想聽下一難呢有按杜好嘅東西啦，也按那個唱歌嘅有共樣，講嘅話呢有按上圈，還有呢加講信仰嘅東西，很多台灣人大家沒有講，客家人呢對祖先嘅崇拜呢，可以講青葱絲啦。我太可以同羅教授嘅看法，冇相同啊，哈，不同啦，哈，太不同哈。他呢，我先講後半部分嘅語言嘅部分哈。客家語言啊，在台灣就有4回太平安啦，哈，也就5種客家話。佢那些按照偏4點那些哈。又加入咧南部腔，南部樂隊啊，哈，嘅腔調啊，又同北部冇同樣哈。故作我哋可以看出來哈，客家人按泰、按法、按多人數啊，在台灣是咩多人，他呢在泰六哈，將梅竹市8個市哈，8個小縣市啊，差唔多有800萬到1000萬啊，哈，前後。沒有800萬啊！哈，少幹沒有800萬啊！故所這個按多年呢，客家地區啊，我看到講嘅話都不相同。我去泰六幾個地方啊，照過一個講師我差唔多去13到15個點啊。個講師嘅客話啊，全部聽冇，嚇，全部聽冇啊！嚇，係我去到梅縣啊，梅縣嘅客話聽有。顯然嘅客話係聽冇，嚇，五華嘅客話係要聽有，嚇。本4縣地區話，佢本係幾多強調嘅。一路行到6號，東方去豐順，用太埔下來，太埔嘅地方講嘅話就同冇強樣嘅嘛。嗰見咧東西佢用東西客，客，眼講客嘛，客同客就一個科跟河。一個冇強樣嚇，過來到個面試去是招安嘛，招安咧客家話，招安嚟看咧寫就個腔河洛話啦嚇，因為佢集群嘅閩南嘛嚇，集群河洛話，嗰個佢見咧寫有18數條河洛話嘅影響。剛剛見佢分析招安嘅客家話先。我發現到佢內部啊，係講我去到2年，去到嫩貝，地貝佢咪咧春條講嘅話冇強樣啊，嘅後生人同個老片人講話又冇強樣啊嚇，個嘅強調我可以看出來，閩南話長途啊，個越來越多河洛話嘅嚇，一出按到招安客家話係嘛嚇，東西太埔客家話就介於可能梅縣同嘅招安之間啦。之間係嘛嚇，咁我個黃洞區嘅用天
有個冇相同嘅嚇。佢哋講嘅客話啊，按到不同嘅腔調。我見在台灣嘅時候嚇，我比如講我話嚇，在南部講客話，我唔是聽過海陸話啊，我都1992年啦。在桃園可以咧提辦世界客家文化會議啊，我去提辦去嘅時候，海陸客家話我半季都聽冇，啊，所以佢聽嘅2日以後啊，都聽有嘅。叫做西燕客家話同嘅海陸客家話，我接同人講差唔多差2日啦嚇，唔使叫錯2日嘛嚇。西燕嘅人也聽是海陸嘅客家話，海陸嘅人嘛聽是西燕客家話嚇。我去到東西啊，差唔多19年，我都聽有嘅啊。個西燕東西客家話同西燕客家話各相同。仲教書排寫，唔嘅意思就係講行語地位都淺複雜。淺複雜，也老頭下嘅羅教授嘅講法，有乜嘅出入嘅相對嘅。我嘅看法主要是講客家人嘅來源啊。我認為要有客家人，以後呢有客家話，沒客家話以後呢有客家人啊。嗰個我主張嗬，見咧人對客家人嘅看法要差唔多3種啦。第一種看法就講從中原過來嘛嚇，叫做羅上人嘅看法啊。第二種看法就頭先嘅羅教授講嘅叫做南部嘅人啊。我認為客家人啊，可能係外族啊，嚇外族咩漢人啊？客家人啊，可能係外族啊，嚇外族咩漢人啊？啊，佢在差唔多歸早期嘅時候嚇。差唔多幾年前3、4世紀嘅時候，佢就入港嘅，嚇。因為我見在各國嘅歷史地位啊，要講見咧國外嚇，有咧國家，特別有咧國家咧客 HAK 啊嚇，客呢個國家，啊呢個國家冇係咧，冇係咧，我因為啲人啊，就入來中原，但天道眼咧漢族一路搬天到南部來。嗰個羅教授頭先講法，我可以完全解釋。因為客家人對到沙族嘅時候，佢都攞人沙族人講嘅呢話啊。客家人對到雲南部講雲南部嘅客家話，客家人對到新竹對到桃園就講緊當地客家話。我用嚟可以證明嘅嚇，用這灣人嚟看嚇，這灣人從嫩背從嘅太顯嚇講嘅客話嚇冇傾樣嚇，太顯嘅高減。西燕啊，係嘛嗬？啊，在嫩背地背客話，出過減大陸嘅小鎮這邊嘅地方。佢講一個客家人啊，冇自家土地啊，講一個閩南人叫做閩南啊，廣西人就廣西，廣東人就係廣東啊，係嘛嗬？客家人按中國冇塊地嚟按到客，但係要按到客家人係啦最嘅。嗰個按啲客家人可能做話咩啊？漂流嚇，漂流去到呢？多年吃，許多年多年吃。嗰個案件咧是廣西嗰度客家人，深度四川，一路到湖南、湖北，到廣西，係嘛嚇？啊，最突出嘅就係廣西南部，啊，變廣東嘅東北部、福建嘅西部，就係呢塊山啊，就最多客家人嘅，啊，係嘛？我睇下，仲告訴人意思係講。主要嘅族群按到客家，到北面按嚟搬來搬去，搬來搬去，人意思係咧。係啊，去到嘅時候就當地嘅語言落下嚟，客話很複雜。猶太啊，也就是說，可能有一個共同的來源，但是那個來源比較少。然後搬到南方之後，接觸了不同的更小的族群啊，不同的語言，然後產生了那麼複雜豐富的。對，所以如果被定義為客家話，如果他們從那個基因來看哈，客家人的基因應該跟漢人不一樣。總教授也等他研究就做的倡高呀基因學的教授來參加來討論。秀琪，你頭下聽到兩位老師輩的看法，不知道你要怎麼看？哦，咁係就從語言方面來看呀，冇同樣嘅對客家來源嘅看法嗬。大家就認同講。
语言呐，语言是对任何一个族群来讲，就会当亲明显、亲清楚的一个族群标记哈，族群的一个标记哈。可是我们知道语言其实是一个族群的一个活化石哈。从头摆到以下，不停的记录当到生活、当到文化过去的历史。可是到语言度方，做的看到一个族群已经具體咧頭擺發生過嘅當到事情，吼。雖然頭擺事情發生過嘅，以下看唔到，可能咩冇留嘛該，當明顯很多過去的歷史可能消失了。唔過我係知道到語言度方會做得還原歷史嘅真相，吼。用較輕鬆嘅一個比方來講嘅話，大家只有看連續劇、連續劇嘅一個經驗，吼。尤其太多嘅片有當到歷史劇。假使用倒敘的一種方式來拍攝的話，佢會劇情發展到一段，佢會觀察到，比如講100年前的事情，也50年前的事情，他就會把鏡頭也係嘅內容帶到100年前，好，那只有這種感覺，這種感覺就像我對學法或者對任何一種語言嘅共用一樣有一樣嘅功能啦，吼。尤其係對文化詞彙來講，你看到某一些文化詞彙，等等過去嘅某一個歷史劇就上演了哈。比如講，我從文化詞彙來看，漢人其實唔單止漢人啦，好多人嘅共用，在婚喪的禮俗度上，母舅為大嘛哈。你看到阿婆菜也信阿 Q。要信阿姨，噶哈，也係講就講高神阿妹高神噶哈母就給片來處理也件事情，就是做唔得去數阿 Q 給片的哩，喺冇數嘅還要雜轉去嘛，就是等等啊，這個看到一個詞彙是可以還原以前發生過的嘅歷史哈，一樣用來看的話，跟兩位老師不同的觀點的話哈，我想假使係從學法以外研究看到嘅，到學法語言也係詞彙也係語法來看哈，我是知道唯有這樣嘅曾經走過的歷史，才會那樣的歷史呈現在以下講嘅學法度上哈。比如講，學法以下來講，當然佢咩要當到老北方嘅漢語有同樣嘅特點，唔過我咪知道佢有一道南方同樣嘅，應該講係南方的少數民族佔有嘅嗰種發音，也係講語言那個習慣哈。可是從亞文化詞的一個保留下來，我會認為哈漢人都形成了一個過程，南方的這個成分係當到這個加北方來一個成分的一個加入來啦。像語法方面，同樣他哋會講嘅結公結嘛，那國語華語係公雞母雞吧，哈。嗰係一個係特別羅老師文章提到，看到一個資料，人講漢人會講動態力很大，我們會講胎馬力，或者是很大聲胎馬上，那個馬哈，在那個南方少數民族語言度方有一道，佢就會用馬就會形容胎。哦，媽是一般大，媽更大一點，媽更大，有較大的喂。可是我們看一下的這個從語言的成分來看，知道語言是表啦，就是表跟裡的話，從基因來看，那個基因是遺傳基因是裡，那語言是表面的一個呈現啦。可是我學法我知道對學法對客家族群的一個來源的一個。證明過一個研究，我知道係當重要的一個部分。聽起來哈，你係唔用文化角度來重新嚟看呢個客家嘅來源啦哈。所以因為講哈，客家唔單止一隻來源，佢係非常多嘅來源，好像都不管係到台灣啦，或者到中國嘅南方也好，顯現客家。我認為係南方嘅成分本身就土嘅。古時
北方有欢迎下来加入了这个南方的阵营，好，不过都在北方下来以前，黑马街有带讨论，就很多的讨论，后尾北方家做为汉人做为客家，因为讲北方其实他家北方来的，他家北方很多北方家係共樣嘅，係蠻有分講啊，唔係廣東人，唔係河南人，唔係漢人，係蠻分。好，就係統一來講，就係有個北方嘅一種人，一種花，佢帶嚟南部，然後南部嘅一個百越民族生活上高度的一個融合。台灣嘅客家話大體都係到中國人帶過來啊。嗯。真少係本地重新學演出名嚟啊。台灣漢人就全部帶咗過來。係啊，佢講語言地度呢，語言學到。係啊。古時候佢係影響帶過來嘅習慣啦。係。嗯。有點我想總結一個看法樣版小池嘅意思就係講北方可能有一隻年頭下來，不過南方嘅影響一天動態，都帶研究係樣版可能還可以討論啊！嗬啊，而對行業民樂間嘅分布非常清楚，你嘅了解係樣版。我是因為運動一下哈，相對可以方言分布嘅一種結構啊。差唔多係5推10國，一個10推天聽嘅基礎啦嚇。咁所以經就北方按太發嘅地方全部係官化，嘅官化期差唔多就等於頭擺嘅5推啦嚇。嘅南方也按多嘅漢語方言嚇，就細塊嘅土地，也就差唔多等於頭擺嘅10國嚇。就各地嘅政權啊，比如講閩語就等於講頭擺嘅閩國啊，嘅粵語就可比講係頭擺嘅南韓啊嚇。但係嗰陣時人就發現到客家地區嚇係目前有一個自家嘅國家政權嘅出現，就表示講呢個地區可能發展嘅情況比其他地方更慢一些嚇。情況比起嘅單位啦嚇，有所謂嘅建築，後來宋朝時代就改名喊做梅族啦嚇，也應當係一個企業漢人嘅發展嘅一個開始嘅過程嚇。到元朝時代就因為要反抗嘅蒙古人嘅統治啦嚇，所以採地嘅漢人同車族就聯合起來。就一個聯合嘅過程，可能跟互相之間來往就親密切啦嚇。從元朝時代見有一個國潮運動，地位都記載嚇。對抗元朝嘅車，其實喊做車軍啦嚇，涉族的軍隊嚇車軍。分布嘅地點就係南清啊、梅林啦嚇，平房就秀峰同太海啦嚇。嘅下輩寫完就收傳，嗰個都元朝嘅漢人寮嚇，也地方名就喊做客寮安尼嚇，就也地方今日能看是種族客家嘅分布點啦嚇，但元朝時代見來看就係所謂嘅車軍啊，嗰所車同客係冇辦法分開嚇，後來到明朝時代就。王陽明就有挖一個新嘅行政單位啦，就喊做南贛巡撫嚇。一個巡撫佢就包括漳州嚇嘅廣東嘅東埔、北埔、廣西南埔、湖南東南埔。一個佢實嘅方面差唔多，就係更加所地嘅講客家話嘅地區嚇。我相信明朝中期到一直到明朝比清朝嚇滅脱嘅也。將近200年嘅時間嚇，設一個南贛巡撫一個行政單位嚇，就使到一地位多嘅人嚇，就唔單止係強一個行政單位，還有佢係強一個生活權嚇、經濟權，按呢將變做漸漸形成一個族群嚇，跟各個地點嘅講嘅話為
18模相同，它有没有一些的方面有共同点哈。这种共同点应当是难怪顺服嘅时代哈，像本件形成哈。也形成，人呢也可以用18更加嘅东西来证明哈。加嘅东片还是讲好来哈，西片有少部分讲客家哈。中间嘅地区大部分係更加係講好來，它頭擺係漢人嘅地區嘅祖先咪係漢人哈。就土方三角形嘅部分哈。人哋相信王陽明殺一嘅平火人嘅時代哈。這樣是講客家話的情況哈，因為清朝初年對平火人曬出去嘅稱認哈，都見到廣東嘅六合啦，還係潮陽等等地區還係講客家話哈，嗰個講嘅腔調還係漳州腔嘅客家話，這就表示王陽明時代殺的哈，就人哋經所啲嘅青島客家人哈，包括家下總講書講嘅哈，遠聽哈、小安平火，還有正平平安、太埔牛皮，差唔多全部係明朝中期殺嘅哈。頭擺係目前有也按多嘅樣式哈，是差唔多到明朝中期漢人嘅力量入去哈。嗰個王陽明就有幾百個前世公司嘅大嘅家族入去哈，比如講平火。像祖像真嘅還係王陽明帶定件對公司下來開發平火。按那個過程中是到客家人分布到按太法的地方過固定下來哈。所以簡單的講，就是五代十國是一個關鍵階段。五代有一點就是北方官話的那一個傳統，十國就是複雜的南方的方言。那但是到明代的時候，尤其是王陽明設立了南贛巡撫這一個行政區，就導致這個區內的客家大概是在某種政治力的後盾之下，然後不同的有國家力量的移民，然後逐漸形成了客家。接下來我想，剛剛幾位都提到基因，所以我們語言學家的邊界就要走到基因了。那首先請王老師。據我所知，目前關於客家族群遺傳結構的研究分析的話，那主要是依據兩組資料。這兩組都是公開的資料，所以大家都可以拿得到。那所以也廣泛的在各個文獻當中都被拿來探討。那其中一組呢是我們實驗室在新竹、新埔還有屏東內埔有採集的客家族群，台灣客家族群的資料，大概是有100筆左右。那其中有 Y 染色體的部分，那也有 HLA 的部分。那另外一組的話是福建長汀的客家族群資料。那這筆資料的話，它有 Y 染色體，也有粒線體。那數量大概是200個樣本左右。那這兩組資料，因為大家都可以拿得到，所以它在很多文獻上都可以看得到。那從這兩組資料當中，目前大概可以看到是在台灣的研究的話，我們實驗室的部分是有看到說，原則上，台灣的客家族群跟閩南族群還是比較相像的。那原則上就被歸屬於台灣的漢人，那和台灣的原住民還有台灣的平埔族其實是比較不一樣的。然後呢，閩南跟客家這兩個族群其實還是可以適度的有一點點小差異，可是這小差異呢其實並不大啦，只是說你還是可以看得出來有差。那因此你要說客家保有它自己的自身的族群遺傳結構算是有的，那尤其是在父系血緣的部分。那父系血緣部分的話，我們看到客家族群在所謂的 O3C2A1 的這個型別裡面，客家族群的比例大概有到15%，然而在閩南族群的部分呢，這個型別比例大概只有8% 左右，而然而在 O1A 的這個型別裡面呢，客家族群就不到3%，而在閩南族群裡面有高達18%，
所以这是这2个族群，就闽南跟客家的些微差异。可是整体来看，它还是属于跟原住民跟平埔是截然不同的。而在中国呢，它也是类似的结论，会发现是整体来看，长汀的客家族群，它的整体族群遗传的基因结构和南方的汉人还是比较像的。那可是呢，在些微来做细部差异之后，会发现到长汀客家族群的 O3 这个型别，父系血缘 O3 这个型别，它的比例很高，高达74%。而这个型别的话，通常在南方族群大概都在60啊、50啊、30、40啊，而在北方的话才会有这么高的比例。所以也许你可以视为说，长汀客家这个族群，它来自北方的血缘是来自于父系的血缘。那比例上不能说高，因为整体来看都还是属于南方汉人。那可是呢，跟闽南人或跟其他南方的族群比起来的话，在来自北方的父系血缘比例有稍微高一点点，可是它还是南方汉人的结构。那这样的观点不是只有在我们实验室看到，在长汀客家族群看到，同时在2笔非公开的资料，也就是中研院台湾 Biobank 做的分析当中，那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做的分析当中，也都有看到，在台湾的话看到是闽南跟客家原则上跟南方汉人都是处在同一个区域里面，可是闽南跟客家还是些微有一点点差异。而在新加坡的分析当中，从它的结果里面可以看到是广东的广府人跟广东的潮州人跟广东的客家人3个都属于南方汉人，可是呢，客家人跟潮州人也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所以这都符合我刚刚讲，也就是客家人其实保有他自身的族群遗传结构啊，可是整体来看，它还是属于南方汉人的架构。那跟闽南人跟南方的其他汉人都是比较像的，可是它还是保有些微的差异，而这个些微差异似乎显示，有少数的北方汉人下来，然后跟南方的族群做混血、做结合，而这当中呢，在闽南人部分可能少一点，然后在客家人部分可能多一点。这种遗传那种改变，跟刚刚钟杰老师所提到的那个时代，可以对得上吗？就大概什么时候有那种的大的变化，看得出来吗？不容易，不容易。更细的资料去做细部的探讨，也许是有机会的。可是因为基因的突变率，只要去看那种2、3千年前的，或是3、4千年、5、6千年前的差异比较容易。可是要看最近这1000年的，其实都很困难，很困难。接下来就是请林老师。好，对，那所以我可能因为现在谈到了那个语言，谈到了族群，我想就帮大家先理清一些概念，就是关于族群跟血缘的概念。因为我是做生物学家的，那大家一般在谈到族群的时候的想象可能会是什么？就是什么样是一个族群？它可能是有同样的语言、同样文化。或者他们可能是有同样的血缘，大家可能会觉得血缘好像很重要。那在生物学上，生物学的定义族群的确是，如果某一个地方有一群个体住在这里，他们倾向跟住在这里的彼此交配生子代，那它就是一个族群。在这个定义的确血缘很重要，可是我们一般在比如社会学谈到的族群的时候，不管是谈客家族群啊，谈汉族的时候，说不定血缘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比想象中还要低一点。原因有几点。第一个，我们常常在谈到，比如说讲客家的时候，我说，我是一个纯的客家人，他可能讲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开台组来台湾，我是第20代，嫡系20代，我们都一连整个父系传递下来呢，我就是一个纯的客家人。可是你身上的基因是谁给你的？爸爸还有妈妈依然是一半。你的爸爸又是你的祖父、祖母各给他一半，所以当我们往上看的时候，你每多一代，它的差异就多了1/2。所以10代以前你跟10代以前的祖先比起来，你身上可能只有2乘2乘2乘了10次，1024分之一。如果是20代呢，就100万分之一。所以那个开台祖到你身上只剩下100万分之一，跟你是一样的。
虽然我们好像从父系的角度来看，说我们是一个，我就是这个家族就是很纯的客家人，可是他忽略了母系的贡献。我觉得母系不只是妈妈的妈妈，包括爸爸的妈妈、妈妈的爸爸，都是被忽略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在谈血缘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个东西也考虑进来。那第二个需要厘清的概念就是，族群它会不会有一个纯的族群，纯的汉人、纯的客家人，有没有这样的族群存在？可能是没有的。原因是什么？族群他们可能就是族群会分开，累积差异，就像刚刚各位老师提到语言，可能也是类似这个样子吧。先两个族群也许因为隔了一座山，隔了一条河，所以他们彼此比较没有交流。那时间久了，开始累积差异，语言就变得不一样。他们各自族群因为彼此通婚，内部通婚嘛，所以他们可能会有各内部属于自己的一些突变，累积差异，族群会变得是不一样的。可是这个隔离并不是完全的嘛，所以人还是会交流，对不对？我这个村庄的姑娘交到那边去，你搬家搬过来，那人的移动。这个族群它本身文化可能很强势，你人进来了之后，我学会讲这边的语言的，所以他的语言可以维持这个族群跟那个族群是不一样的。可是人如果一旦交流了，他到这边来生了小孩，他的基因就留下去了。所以人的交流会让两个族群之间的血缘关系变得很类似，好，所以分隔久了会累积差异。可是只要有交流，他们就会变得相似。所以族群跟族群之间通常不是壁垒分明的差别，他们很可能都是，界限是很模糊的，他们都是很动态的。那除了族群之间的关系是很模糊的之外，其实族群内也有自己的差异哦，所以族群内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我们不会说客家人里头每个客家人都是同样的遗传特征都一样，不会的，人是有差异的，好，因此我们在做那个族群的分析的时候呢，不会取少数的人、少数的基因来做，通常我们会尽量取更多的人、更多的基因，你才有可能去看更巨观的一个事实。我们在交大曾经就是前一段时间跟那个交大的客家学院合作做了一个计划，那就是我们想要去探讨在台湾的这些不同客家族群之间的关系，族群差异是分得开来的，好，所以他们是有分化有不一样的。那客家人不同腔调的四线海陆之间，他们会不会有差异呢？好，所以我们当时就去做了一些的采样。那为了厘清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采取蛮严格的标准啊，我们需要那个受试的对象他是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4个人都讲同样的语言。好，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最近比较接近现代这个时间，大家通婚可能很频繁。如果一个受试者说我是客家人，可是我爸爸是客家人，妈妈是闽南人，那他就不能代表客家人了。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比较严格的要求，在2代之前他的那个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都必须讲同样腔调的语言，我们才拿来使用。我们希望看到的那个对象代表的是也许是50年前的台湾社会吧，因为那个年代爷爷奶奶那个年代讲某个腔调的客家人不同腔调的客家人族群之间会不会有差别？那分析结果大概是这样，看起来这些不同族群之间的没有什么差异，大家几乎是一样的。一样的意思是，他们并不是一模一样的一样就是我现在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可能这个班级身高有人160公分、170到180都有班级内有高有矮。另外一个班级也是160、170、180都有高有矮，可这2个分布是类似的。好，所以台湾的客家族群之间也是类似的情况，族群内有差异，可是族群之间呢，你把它的分布放来一起看，它是全部重叠在一起的。那可是他们明明讲的话是不一样的嘛，可是他们基因看起来族群的遗传结构这么的相似，原因可能是什么？那目前我们有2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个是在中国南方的这些族群呢，除了山上的一些少数民族啦，苗族、瑶族之外，那些比较平地的，就可能是过去我们讲百越的后代，他们都是有同样的遗传结构。那因此呢，也许他们现在讲话已经不一样。那讲话不一样，可能是因为他们
族群之间有分开，可是分开时间可能没有很久，也就是说语言也许变得比较快，可是时间还不够久到让我们在那个它的基因体上面看到累积足够的差异，所以我们现在分不出来，这是第一种可能性。那第二种可能性是，在中国南方原始他们的原乡部落有差异，可是到台湾来之后变得没有差异了。那原因可能就是因为频繁的混血的关系，就他们的来台湾的族群跟原本在中国的族群已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刚刚虽然说我们目标是希望在比如说是50年前的代表性的一个族群，可是也许在更早之前来台湾的时候就已经频繁的产生混血了。所以这个混血不止可能是在不同的客家族群之间有混血，也许客家人跟闽南人也有混血，也许汉人跟平埔族也有混血。所以在这个很频繁的混血的状态之下，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混血之后的结果。所以这个遗传结构可能是来到台湾之后才产生的。那如果在这样子的假说情况底下，可就像刚刚泽毅所说的哈，那客家人之间是很类似的，闽南人可能也会很类似哈。所以这个遗传结构也许就代表了台湾除了高山原住民之外，其他台湾人也许大部分都是同样的遗传结构这样的基因型。那也许你就会想说，那为什么他们语言是不一样的啊？如果他们是这样频繁混血，为什么语言会不一样呢？那可能就是语言同化的关系，就是我现在这个族群，我讲的是四线话。虽然我们有频繁的通婚，可是你进到这个地方来，就要学会讲四线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回到一开始提到的族群的概念是什么？也许文化语言是更重要的。所以林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刚刚语言学对于希望找到一些钥匙，基因能帮忙，看起来是帮不上忙，对不对？就是说基本上客家台湾人跟闽南台湾人在基因上没有显著的差别。那刚刚在常听的例子看起来，也是基本上是南方的整体基因架构里面，虽然有细微的差别，可能有一部分是父系的，有一点北方的基因，但是基本上还是南方汉人的这个基因架构，听起来是这样。那这样比较可以支持我那个看法，因为他一直族群一直过来嘛，跟南方的妇女结合，对不对啊？其实他们刚才两位讲的，跟陈耀昌有一本叫做台湾的叫《岛屿 DNA》那本书啊，里面有讲，就是说百越的我们客家人、闽南人都是属于受到百越民族的遗传因素了啊，所以我们这边的人都有鼻咽癌嘛，他讲的例子啊。那从刚才他们这边所讲的话，就闽南人跟客家人还是不一样的啊，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不一样呢？那显然就是因为怎么样？因为它不是汉族的一部分啊，它不是汉族的一部分，它从汉族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国家灭掉了，从入关以后中国化了，然后跟随这个族群到南方来。这是其实这个不是我的学说，这是江运贵的讲法啊。江运贵他不是写一本书叫做The Odyssey Taiwan 嘛哈，是台湾的台湾与客家嘛啊。我们这个学会还没成立，就成立之初就有当时钟兆珍先生就出面代表我们这个学会，就找一个人来翻译这一本书啊。那里面的看法基本上就是用很多的资料来说明说，客家这个族群应该不是汉族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客家的方言分区里面我们是没有土地，我们不是以土地，也不是以历史，像粤语像吴语，它就是历史机缘，它不是一个省份，对吧？但是我们客家是每个地方都有，但是主要的聚集的点就是今天的赣南、粤北跟闽西这边的地方如果我们从 Google 上面去看，它就是一块山，虽然分的时候是3个省行政区上它是3个省，地理上它其实就一块山这也可以间接说明我们早期台湾的研究对客家人研究说，客家人来的比较慢，所以住山上我觉得唔免啦客家人唔免讲过慢人，客家人本来就喺那些山方
啊，头摆就黑那个山峰啊，故说搬到来台湾那些哈，看到山就入去，看到山就行，係嘛哈？也可以嘅技術，俺客家嘅文化哦，哈，比如講客家人咧唔會當火房，做嘅路啊彎彎曲曲，做乜嘅行啊行，行樣樣，所以因為頭擺哈，你出拳不然滅起嚟嘛。我哋許多年啊，客家人許多年同一種異族啊，同不同嘅出拳去搶土地、搶水、搶資源。個客家人許多年都要行，客家人許多年嚇就往山上邊啊。我記得第一擺去南莊嗰時啦，我用台中開車去南莊，我結果頭前嗰時都山嘅啊，面都怕冇路嘅，話得去有限嘅山。個挖要行得山，係嘛？唔到台中開到南莊嗰時，唔會見到幾下前山啊！啊，客家人就會喺到對山嘅地位啊，客家有經驗語啊，啊，恨所居不遠，啊，恨所居不僻，啊，佢恨即家唔拉遠，恨即家唔拉偏僻，所以因為強嘛，因為強所以因為佢嘅國家嚇。滅起嚟，啊！許多年都會同人爭生存嘅權利，也因為啊，你從語言上許多年地方都會同人同交流，交流嘅時候就同人嘅書嘅營養，也係從俺客家話會變得按到強調嘅主要原因啦。也我看法對，同小健哥冇傾講。其實總講說佢而家講嘅種情況，個成發到山上嘅情況，佢就多咗嚟證明沙族人嘅生活狀況。呢個中年下來哦，可能唔係按你嗰種習慣，佢就係一出喺度有山體嘅嘢，嗰時候來到台灣嚟，佢也強要去山上其他搞。他呢，我記得啦，我呢先生就像佢講嘅，唔退出國以後嚇，那要固定嘅地方啊，係嘛嚇？也係要生態問題嘛，即講站在今日所了解客家話嚟講。客家話同河洛話、同廣東話、同其他嘅方言、漢語方言嚇，冇同樣嘅嗰種特色啦。你都係傳唔到啦。唔講河洛話嗰度全部傳唔到，北方講也傳唔到，你傳唔到。做沙族話度行，有一隻禮貌，就同樣啊，嗰種咩客家人叫做啲嘢，就佢按度種啊。而家講四座上讀音頻，全座上讀音頻啊。也係講睇學術化啦，記嗰啲嘢。係啊，唔過係佢其他簡單嘅啊，就美麗嘅美啊，河洛也好，國語也好，其他話全部都上升掉了啊。但係客話呢就基礎唔係都上升啦，喺上升掉呢一通米嘛，結果咪西安嚟講就通米嘛，啊開咗米啦，也跳一種看唔好處理啦。但係就講按你適當到。佢自然呢就一套音頻調，嘅傳統上嘅共樣啊，你像個運通嘅通嚟講，本來客話呢，應當做一套通嘛，叫做用卡拍嘅同數同腳嚟做到通嘛。呢個開現代話呢，同廣話共樣嘅就變運通嘛，像數據行通嘛，佢就變通，但係本來唔係通，一讀通按你驗，讀米按你嘅驗。叫做沙族話，叫做按留按下來哦。嗰種一道特色嘅東西，唔係尋到，做沙族話上尋唔到，也全部係非常口語的、較 Q 嘅嗰種語言。結果呢，別的語言都冇尋到，都沙族話尋到。嗰種樣證明啦，佢清清楚楚就客話呢係同沙族話帶成嘅個東西呢係共樣嘅。嗰種雅技術就講，佢本來係共樣嘅，做言語不咪學較多。廣話嘅內容呢，將變到今邊嘅客話。當然，沙族其他共樣學懂到廣話，各少數民族都共樣，歷史以來一直都學廣話學懂到咁啦。有冇就講多少之間呢去做嘅比較，都可以了解，係按呢個觀點。係啦，羅教授嘅重點係因為沙族係最重要嘅啦。啊，總教授係因為可能係另外有一隻族群。頭先羅教授講嘅，佢獨我之前嘅看法嚇，因為哦，我平常咧
你同类的东西啊，各上用来记得你的嘛。你台湾原住民嘛，从好多年很多白人嘛啊，白人嘛啊，好多行业都矮啊，矮就矮啊，係咪哈？嗰個對原住民嚟講嘛，行原出嘅發音嗰啲數矮咩啊？嗰叫做矮啊。矮呢些就可以看出來，你嘅普通嘅像矮，哈，像呢些話哈保留下來，其他呢出塑料沙畜咩樣啊？你啲東西保留下來，其他一些出屬合法嘅影響嘛啊。按下來一些按買影響嘅啊，嘅咩影響眼啊，就互相影響啊，就是從語言裡面可以得到的證明啦。看起來兩啥嘅講法吼，大概有一隻共同嘅結構，不過到底嘅來源係哪邊吼，看起來冇乜嘅相同。我講下兩句下頭講。30秒。而家講真正係有嘅客，按你嘅族群都每一個地方北方就講北方辦下來，係都講過奇怪。幾多年都客啊？係啊，就講有客而家你族群幾多年都客都種了豬嘛。係啊，盡量我按區按到批啲地方呢好辦，當好成飯呢，那就唔辦，辦到民業界一片，按你嘅三單個嘅社主到嘅大 V 嘅，用我辦你嘅大去成飯，不過有傳染到。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啦。看起來吼，就係到底係源頭嘅影響較大，也係到一隻地方吼受到當地嘅影響較大。一種兩種吼源頭然當地嘅影響吼，到底發生乜嘅做得討論嘅觀念應該係下後人哋去研究嘅吼。基本嘅時間差唔多。非常歡喜大家來到時聞時抄，東西南北乜解說抄，希望大家。